嗱，2月初2係龍抬頭節啦。咁其實除咗同個星宿有關，其實亦都同做牙係有關嘅喎。大家都會拜地主，因為正月嘅時間咧就冇做牙啦。咁而每年大家做生意，其實以前古人咧通常咧初2、16咧就去墟市，大家交換一啲嘅物品啦，或者係賣一啲嘅嘢咧喺墟市。咁2月初2咧係第一個交易日嚟嘅，咁亦都係所謂我哋嘅頭牙，所以大家好重視。所以做生意嘅朋友都希望喺呢一日係財運好啲，有好多拜祭嘅儀式。而尾牙大家都知啦，就係12月嘅16。以前咧就唔係日日出去墟市做生意嘅喎，通常都係初2、16。咁到年尾嘅時間，12月嘅16就酬謝下一齊做生意嘅夥伴或者長年幫襯你嘅人，咁就為之尾牙。咁所以頭牙2月初2，大家亦都係好重視，希望大家今年都係生意興隆，事事如意啦。